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14，诗篇124篇7节到8节安尼讲：阮的性命亲像鸟仔，脱离掠鸟仔的罗网，罗网破裂，阮就脱离。阮得到帮赞，是我靠耶和华的名。伊是创造天地的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得到帮赞的创造主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用全能的圣手保护阮、看顾阮、监察阮，佮扶持阮。会疼痛天父，主啊！你对天顶压落看阮，你对你的宝座压耳空听阮，你用纯洁的正手庇应阮，主啊！因为阮深深知，阮无论得时也是不得时，你拢无离开阮。你永远要甲阮三角伫地，主啊！你听阮到安定。主啊，阮时刻需要你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。阮的性命亲像鸟仔，脱离掠鸟的罗网。罗网破裂，阮就脱离。阮得到帮赞，是靠耶和华的名。你是创造天地的，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